这边风台有影透风落雨，家己把将溪规个满出来，一寡地势较낮的所在嘛拢淹水。水上乡因为莫大抽水抽袂赴，这溪水是一直溢出来，人气潭水库嘛拢地敢流出来，可能会害灾情是更较严重。 雨落袂煞，水浸到脚头夫，黄土水一度淹伫徛街，家具拢浸伫水内。家己3个村275岁民众受困，消防队员去救援，阿嬷坐轮椅，队员用手按起来。水淹几支啊？个对啊？哦，唔哦。 嘉义县鹿草乡后骨村路，因为南靖大排溪水不定溢出，造成附近村头淹水。消防员出动受灵船，消防队员撩水救出5个人。里面的水很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到红线有到小腿处了。刚才带了5个出来，已经报案说里面还有人受困，要准备进去。 嘉义水上乡二乡村车路的水已经浸到半个车轮悬，消防人员准备救10个人左右的受困民众。通学桥边车轮溪不中，水深淹到将近1楼悬，民众密伫2楼，不愿意离开。他们没有要撤仓，平房的都已经撤离了。里面水淹多高了？水淹多高哦？有将近1层楼哦。 经过几暝大雨，北中溪溪水也真惊人。水上乡乡长也发文提醒，溪水超过爆发，一直向爆发内底倒灌，抽水机抽制速度比袂过溪水倒灌的速度。另一潭水库的水位也一直清悬，达到境界水位，恐惊雨灾情更加严重。 水上乡李上里社区挖北中溪，暗过伫洪池水位已经满，抽水机一直抽水，暗过溪水依然是溢流。消防署赶紧调2台抽水机。溪水倒会入来，倒会入来，即摆来换我从来开始先用抽水机啊，我先来抽出去，共款嘛是抽入，尽量减少阮内底无淹水安尼啦。 凯面风台惊人的雨量，真侪所在积水淹水。嘉义县175线永琴至河桥，第82中河交流道第1线278公里北上溪桥，真侪路架桥拢交通管制，民众一定要细致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